好，来继续来看九州集团的拔胶案。这总裁陈进国涉嫌洗钱438亿，被起诉。台中地方法院早起开庭，是大动作，甲全部35个被告拢总团还出庭，包括这个陈进国甲电竞的前董事长徐培珍。因两个人面对着镜头，拢无回应。那台中市前刑警大队长林明哲涉嫌减收6000多万，今仔日是请假无出庭。挂乌色翠暗，这个就是今年6月才收押期满交保的九州集团总裁陈进国，看起来表情真轻松。你有什么话要讲的吗？另外，涉嫌洗钱的是前电竞董事长徐培珍，请那些外头挂翠暗，记者质问拢无应。有什么话要讲吗？九州洗钱案检警调查到九州集团总裁陈进国利用家己开发的第三方的支付系统进行洗钱，不法的金流有438亿，审理要一单要伫准备庭诉，不过因为审审的法官有变动，台中地院伫今仔日新接手合议庭头一摆开庭，真罕见一个手传35个被告，联动辩护人、律师，现场100多人到庭，场面真大，有加派警力维持秩序，敢若点名核对被告资料都用点外钟。其中上个引起人注意的是，前台中市刑警大队长林明祖涉嫌收6000多万的无正当的利益，开庭的时请假无到现场。这件洗钱案不法的金流有438亿，敢若起诉的卷宗就200多本，审理的难度真悬。这摆开庭嘛分早起甲下晡，陈进国、徐培珍两位关键人物，规工拢来出庭。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